在這個人際關係複雜多變嘅時代。戴爾·卡內基嘅經典著作《人性的弱點》，始終係指引我哋與人相處、建立真誠連結嘅一盞明燈。本書並非機械式技巧手冊，而是深入剖析人性核心渴望、被理解、受重視嘅深刻智慧。一定要記住，想勸人指出人哋嘅不對，千祈唔好正面硬碰硬批評，學識避實就虛，旁敲側擊先至係關鍵。話明係旁敲側擊，就係唔好直白白講人錯，反而用間接嘅方式暗示對方。正面批評好容易傷人自尊，打擊人嘅自尊感。但如果用軟和嘅方法提意見，對方睇得出你嘅用心良苦，就算一時之間唔接受到，心入邊都一定會感激你。呢個道理好多有智慧、懂處事嘅人都係咁做。幾個經典例子就睇得明。一定要記住，想勸人指出人嘅不對，千祈唔好正面硬碰硬批評，學識避實就虛，旁敲側擊先至係關鍵。話明係旁敲側擊，就係唔好直白白講人錯，反而用間接嘅方式暗示對方。正面批評好容易傷人自尊，打擊人嘅自尊感。但如果用軟和嘅方法提意見，對方睇得出你嘅用心良苦，就算一時之間唔接受到，心入邊都一定會感激你。呢個道理好多有智慧、懂處事嘅人都係咁做。幾個經典例子就睇得明。施華伯伯伯有間鋼鐵廠，一日中午佢行入廠，見到幾個工人喺廠入面吸煙，但工人頭頂牆壁明明掛住禁止吸煙嘅牌，換做其他人可能已經指住塊牌鬧，唔通你哋唔識字㗎？但施華伯伯伯絕對唔會做呢啲冇策略嘅事。佢行到工人面前，拎出自己嘅煙口，每人派一支雪茄，先至輕聲講：兄弟，唔使講多謝，如果你哋肯行到外面抽煙，我就已經好滿足㗎啦。工人一早知道自己違咗紀律，心入邊其實有數，但見施華伯伯伯冇責備，仲送雪茄，仲咁俾面，心入面對佢欽佩到極，亦都充分感受到自己被尊重、被當成重要嘅人。咁嘅人點會唔令人中意？唔單止施華伯伯係大百貨公司老總范雅梅克，亦都係呢種處事高手。佢每日都會巡邏一次自己嘅百貨公司。有一次見到一位女客人企喺櫃坐外等買嘢，等咗好耐都冇一個售貨員理佢，反而班售貨員聚喺台遠處嘅角落談笑風生，完全唔理顧客。范雅梅克冇當住所有人面鬧班售貨員，反而靜靜雞行到櫃推裏邊，親自招呼位女顧客，幫佢揀好嘢，完成交易，先至將成交嘅貨物交俾負責呢個櫃台嘅售貨員，叫佢包裝好，自己就一聲不響行開，冇斥責，冇批評，但班售貨員睇在眼裏，自然知道自己做錯咗，亦都明白老總嘅用意，以後自然不敢再對慢顧客。其實想批評人又唔惹人怨，好多時候只係講話嘅方式，連接詞嘅分別，效果就會天差地遠。好多聰明人都當一個技巧，批評之前先講一番讚賞嘅說話，跟住用一個轉接詞，再輕輕提意見。比如想提醒孩子讀書更用心，唔好直講你做數學咁馬虎，反而可以咁講：約翰，你呢段時間嘅成績真係唔錯，我同你媽媽都為你開心。不過如你做運算嘅時候再認真少少，唔好睇錯數，算錯數，咁啊更加完美啦。咁樣講，孩子唔會覺得被責備，反而會感受到鼓勵，亦都願意聽進去你嘅建議。畢竟大多數人都抵受唔住直接嘅批評，對直白白嘅指責都深惡痛絕，所以有必要嘅時候，婉轉提醒先係上策。一旦用語得體，講話轉一轉，效果往往會出乎咁好。培訓班入邊嘅莫吉加亦都講過一件自己嘅經歷，佢就用呢個方法說服咗一班建築工人改咗亂拋垃圾嘅習慣。當時班工人係為佢起儲藏室，施工頭幾日，每日收工之後，佢屋企個院子都滿地係敲碎咗嘅木塊，亂七八糟，睇住就唔舒服。但莫吉加又唔想得罪班工人，因為佢哋做嘢真係好辛苦，日曬雨淋唔容易。於是佢冇同工人講過一句不滿嘅話，等工人收工走咗之後，自己同屋企孩子一齊將院入邊嘅碎木塊執起，擺得整整齊齊喺牆角。第二日朝早，
佢將工頭叫到一邊，笑住講：你睇，我真係好滿意，你哋將我個前院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鄰居見到都冇半句不滿，真係多謝你哋。工頭同工人睇到牆角整齊嘅碎木塊，自然明白莫吉家嘅意思。從此之後，班工人再冇亂拋木塊，反而照住莫吉家嘅方式，將廢料擺喺牆角。連工頭每日都會問下莫吉家係咪對現場嘅整潔度滿意。仲有一個經典例子：1887 3月8日，以善於講道聞名嘅皮作牧師離世。到咗下一個禮拜日，埃伯德牧師就被邀請登台講道。埃伯德牧師好重視今次機會，想講一場出色嘅道，於是事先寫咗一篇講道嘅稿，改咗好多次先至完成，仲讀俾太太聽，想聽下太太嘅意見。但事實上呢篇講道稿寫得並唔好，同普通嘅演講稿冇分別，完全唔適合登台講道。如果換做一般人，可能已經直白白話：愛伯德，呢篇稿超級悶，絕對唔可以用，你照住講，聽眾一定瞓着。你講咗咁多年道，點解仲寫成咁？唔好咁執着，簡單啲講咪得咯。但埃伯德太太好有修養，亦都講點樣委員提意見。佢冇直接否定丈夫嘅心血，反而好巧妙咁暗示呢篇演講稿如果喺北美評論呢啲雜誌入邊發表，絕對係一篇好出色嘅傑作。一句說話讚賞咗丈夫嘅文筆，亦都間接暗示咗呢篇稿寫得太文縐縐，唔適合用嚟口頭講道。埃伯德牧師當然睇得出妻子嘅暗示，亦都明白妻子嘅用心，於是將呢篇改咗好多次嘅講道稿撕咗佢，冇帶任何手稿，就咁登台講道，反而講得流暢自然，效果超級好。最後我想總結一下，想改變一個人嘅想法，指出人哋嘅過錯，又唔想引起對方反感，唔想傷害彼此關係，最核心嘅規則就係千祈唔好正面批評，要學會間接迂回，避實就虛。與其直白白着穿人哋嘅錯處，不如用旁敲側擊，先讚後提意見嘅方式，先照顧到對方嘅自尊，讓對方感受到被尊重、被理解。當對方睇得出你嘅用心良苦，就算一時唔接受到意見，亦都不會心生怨恨，反而會感激你嘅體諒。咁樣嘅提意見方式，先至能真正被聽入耳，亦都能維持好彼此嘅關係。呢本書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幫手點個讚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